讲生甲乌，其实机器人来讲，伊是足清楚，但是伊的清楚毋是外表上，毋是外表上，是迄个心境上来看足清楚。为甲鸭，伊的心境是差一块，但是伊所表现出来有相差无济。生甲乌表现出来咱就差无济，但是伊的心境是差一块。哦，所以讲安尼个倒转去讲第一句啦吼，足较有意。学甲不学，有时看代志无啥学。平平拢两只学嘛吼，咱大家拢咧学吼，啥物人拢咧学，看代志无读。但是伫咧学的当中，伊是差不多，有差不多啦吼。看学安怎，看安怎学，吼，看学的伊的目标是啥，学的伊的主题是啥，迄都会差不多。吼，因此伫即段安尼讲起，即个是宝章内底吼，即个宝就爱看，就爱看。啊，这是脑子伊咧做。脑子伊就是拢做迄个咱看无，吼，咱表面看来讲啊，咱差不多诶，甚至讲啊，脑子诶人看来安尼吼，足好一个，吼，啊，这看来，这是讲互迄个人较好，咱咧看是安尼，但是脑子伊诶心境就是拢寄入去无，啊，咱咧看有时看来咱就拢差不多嘛，拢平平拢是人，但是实际上心境袂共啦吼。那么言之所有不可无，风气以用在，咱人所惊吼。啊，对对啦，对啦，咱人袂晓，袂晓，袂晓。但即看咱上矛盾的吼。既然咱人所惊，一定会惊呢，但是像咱主家己，咱人所惊，咱啥都无惊。啊，咱人所惊的人，其实咱都无惊。啊，咱啥物时才会惊？食个苦才会惊。哦，比如讲啦，咱上惊啥？上惊死啦！或者是讲上惊啥？上惊烦恼，上惊艰苦。啊，总共就对啦，咱上惊紧。不管啥物苦啦，只要人苦，咱就惊。但是咱哪毋知有想法无啦？咱凡夫就是安尼，咱所行的路，路边拢够苦的。若讲要互咱选讲，苦到落即条路，你要行哪一条？啊，互我选的路选苦。啊，这问题好叫咱选啦吼，无若要选伫苦的，大家拢选苦的。问题咱走的都是苦，为虾米伊咱无咧惊？实在咱着足惊苦，但是咱吼，像吼，做无咧信道安尼做，真正有影呢？摕叫做啥咧？摕叫做咱两条线，真正咱两条线。有时咱若认真落来甲想吼，啥物通，啥物毋通，足清楚。实际上咧做的时阵拢免做变，真正咧要着是咧拖嘛吼，要着是咧拖。所以讲咱所惊袂使做惊。真正袂使做惊。伫世间内底吼，啥物好，啥物毋好，该安怎做？吼，以后有啥？咱好仔认真来想，好寡足侪拢是有差。但是到尾啊，咱拢行路拢去歹。咱大家拢较爱清净，有爱烦恼，但是若代志来时，一定拢走伫烦恼。所以无几个可能走伫清净的路来。哦，以理论上讲，哦，清净较好，快乐较好，啊，迄个吼，迄个吼，安怎较好，地位较好，但是实际上咱行出来路拢是苦。烦恼、不安、嫉妒、计较，啥物活动，咱拢行拢中。所以讲人之所为，咱所惊的是咱无惊。为虾米呢？风险伊有勇在。哦，这个义勇吼，咱查字典吼，伊有一种叫做无尽的意思啦吼。伊字典咧看，未央是算一个名词。无尽的讲它无穷尽。这个风险吼，伊有咧。哦，这个风险甲这个未央有共款的意思。哦，迄个风险就是咧表示这个未央的迄个预定，迄个心境啊，拢表示讲无穷尽。为虾米？因为咱的苦是无用，咱的苦是无用的，众生的苦是无用。如果咱无法度通去分辨着迄个平凡的话啦吼，咱只有伫世间内底安尼慢慢安尼走动吼，安尼追求，迄个苦是无用的。永远拢做袂了，哦，迄是足重要的。所以讲，若在分咧看咱世间人咧做代志，看这安尼吼摇头，因为这路安尼行落是归无穷尽的苦，伫后壁等咧行，一世一世永远袂了。咱讲做人艰苦，生活道德艰苦，哦，是正。咱讲迄个实际上，互我有感受，今仔三代内底安啦，不所讲的三代有安。伫三代当中，只要若有一超生了死，就是达到迄个正位。伫三代当中安怎走吼，
每一道拢伊个苦，每一道拢伊个苦。啊，所以迄内底苦苦袂了。除非讲会当止住轮回，会当求你解脱，迄甲准算。啊，若无咱人，就准说讲咱人啊，吼，莫讲其他别个，咱人都做袂艰苦。即个辛苦起来就是一个艰苦，哦，食老就是一个艰苦，日到有病就是艰苦，迄种苦呢，苦袂了。迄毋是讲吼，囝己是坐轮椅嘛苦尔，迄嘛是苦。啊，阿公无袂晓苦尔，你破病嘛是做人。哦，足济人哦，咱人是苦袂了，迄有强劲的做人有做人，啊，去到每一道，每一道会苦劲啊，哎，安怎讲苦袂了？所以讲方便是中在，这无法是照这个本文安尼落来吼，安尼咧解释啦，啊，伊毋可能讲解释着，安尼啊，这是我的基本的意思。方便是中在，因为伊拢不正经。咱像风安尼啊，你就风袂讲有边际啦吼，咱就方言啊有边际，哦，无一个尽头对吼。那么众人熙熙，吾将快乐，如今存在。众人吼，咱世间人诶。以及人讲熙熙攘攘吼，叫风风火安尼经过呢，安尼叫风，逐个拢会晓咧吼，因为迄个物件，吼叫做熙熙啦吼，熙熙攘攘，如香太老，啊如迎春台，太热啦吼，应该讲太热。咱像添迄个，吼，迄个好食迄落去啦吼，你讲是迄个大鱼大肉，咱所追求的是对好，咱食甲身体开味，吼，如迎春台，那么咱享受的。拢是迄个哦，鱼水之欢，哦，迄种着对。哦，咱人呢，若食方面，哦，啊是讲，做即个辛苦啦，吼，咱念必实心，即种物件吼，就是讲伊危险到的。迄世间人一般的人吼，只有除非讲伊出道，若无咱人只有10个9个吼，拢到遐。咱念必实心的物件，走的自然就遐去。所以讲，秘文书内底就讲着迄个专文吼，有解清楚啦吼。伊意思大概讲，咱的目睭做自然会去听水，咱的耳仔做自然会去爱听好听，吼。啊，咱的嘴就是爱去食好食，咱的身躯就是爱互爱迄个安逸的。大家嘛都爱安尼念念，啊，坐了坐入去，敢有人讲我著爱做安尼腰酸背痛，头都爱安尼啦吼。一个讲做到一工苦腰酸背痛，啊，搁一个讲迄个伫遐念念啊，坐入去，人两后壁来选吼，大部分拢选迄个念念遐坐入去。因为这是人性，哦，所以讲你看话，民主的意思讲，即个信仰，啊，迄个有名言，啊，君主不为轻，哦，而咱世间人要看，啊，迄个自然的性，迄个自然话，但是对一个君主来讲啦，吼，有名言，有名言讲伊有伊的使命，应该爱去克制，袂使随着了这个性安尼行，袂使随着这个性行，所以讲咱一般有险歹的。啊，如迎春台，这是一般足自然的现象。咱人即个身躯调落了，伊就会想要去做即件代志。哦，几乎大家拢安尼啦。只有我有一种人，伊有学到了，伊有道，伊知影人去管，知影人去管，知影人去克制，知影人去克制。所以讲，伊即点内底就是爱去克制人。啊，当然佫有另外一段啦吼，就是讲，伊有一讲佫另外一段就是，迄个咱像讲。咱从类似讲言、义、信即种物件吼，在咱一般的人讲，认为讲有名言，这是咱的使命，我应该去做。但是君主不为轻，君主无认为讲伊迄是种命，君主就认为讲，迄是咱人的性，自然之性。咱的自然之性就是会去行仁义礼智信即种物件，咱来做。啥物物件是自然的，啥物物件无自然的，即咱来甲转落倒转来。哦，咱的身躯本来足自然的，想要去享受一切，咱来甲转落倒转来。转落倒转来讲，我自然的就是会去行仁义礼智信即种路，行甲足自然的哦。毋是讲勉强讲好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要来做袂使，咱就做勉强的来，爱甲做好足自然。咱所发出来就是仁义礼智信即种物件。啊，所以讲一般的人，众人熙熙，如将快乐。这个就是享乐的一面嘛。我读福建但是好处呢，伊读无就讲一种淡薄的迄个意思啦吼，佮淡薄的意味了。咱像讲啊未发生，去斗迄种开始，啊，就是迄种意思。啊，下骹即句吼，如婴儿之遗骸，伊就是咧形容福建
啥物叫做囡仔袂捌代志呢？哦，这是互我看迄个人诶医学上吼，迄个写法啦，人面顶去，啊，讲囡仔若伫咧迄个，好像是血管以内吼，血管以内伊毋知影家己诶存在，伊毋知影家己诶存在哦。伊手计算毋知讲伊手是伊诶，安尼就对啊。咱若看囡仔有时仔坐伫遐吼，安尼手安尼看，咱若捌见囡仔咱就知，伊一支手起来伫遐咧看咧看，伊毋知影伊是伊诶手，真正有影毋知影。啊，所以讲伫迄个拢无意识，毋知影讲伊会看，毋知影讲伊目，伊会听，伊毋知影伊会看到哪，伊毋知影伊听，伊拢做毋知，迄叫做音就对啦吼，音语。那么若害呢？害就是知影，哦，即摆吼，迄是我诶，迄是我诶，甲来，若会行会走诶，或者是讲会讲话诶时阵吼，啥物拢伊诶啊，啥物拢伊诶吼，所以讲伊就有我诶存在。那么伫迄音语之余，害就讲迄个心啊袂，吼，迄个心对境诶当中袂生心，无迄个我诶存在，吼，迄个意足单纯诶一种心境，足单纯诶心境。伊有咧作用哦，伊有咧看，伊有咧听，伊会感觉看热会晓，吼，伊拢有作用，但是伊无迄个我诶存在，吼，迄个心境。那么伫这福的意义了，就是咧经历这。但是讲咱诶心境面对一切诶境啊，吼，咱诶心面对一切环境，咱是毋是有即个心境？咱就经历安尼共款，遐尼济物件，对我来讲有哪无？哦，我有财产，啊，对我来讲咱就有哪无？安尼对啦。我有即只对我来讲哪有哪无？哦，咱若能当安尼啦吼，迄就真正诶福气，上界淡薄啦，迄上界清净。但是颠倒变吼，咱做伙去追求足济，但是追求足济了吼，遐尼济拢变咱人袂当，因为咱袂通去意识。无就准煞啦吼，若有诶话，加一个负担啦，因为迄项物件你就袂使自己。啊，像你讲，我即个一只车尔，安尼你吼，啊，若两只车呢，两只车若放你家剩一只吼，我就爱烦恼，为虾米？毋是讲啊，我迄个我一只，是咱是烦恼我放你一只，对我烦恼放你一只，啊，咱若拢无吼，就拢无放。啊，所以讲咱世界上拥有愈济，相对是实际愈济，我也愈济啦。所以讲如婴儿之遗骸，累累下就无所归。啊，即个累累下，就是即个无所，即个累累下就是形容即个无所归。哦，迄意思是安尼啦，吼，咧形容即个无所归，表示讲伊的心境没有，伊无伊的迄个自主，啊，啥物叫自主呢？比如讲，哦，互我足爱钱，安尼啦吼，或者是对钱方面足执着，安尼叫做互我的心归于钱，或者是讲归于情，或者是讲归于色，色在其啥物？吼，咱每一个人心境内底拢有所归，但是而且伊讲拢叫无所归，伊袂去把伊的心放入一切的事物、一切人情世事、一切迄个家庭情爱，拢袂放入，命运啊，拢无放入无所归意思。啊，咱若会真正无所归，这就真正有甲讲的无助，啊，若无助，吼，就清净。哦，这是即个无所归啦，就讲伊的心境对一切物件拢无所归，迄个归于。但是咱的心有时阵安尼共对照，所以讲看这面看袂了，咱搁来反照这事情就搁清楚，啊，做清楚啦。我目睭背景吼，我规个足济，表示讲咱已经足济。这观照者就知影啦。咱若讲想甲讲哦，我伫艺术市场内底拢无所求，哦，咱安尼就无所归啦。哦，啊，安尼咱人生活就看法，但是咱会经足济，目睭背景了吼，讲研究的不同。有影啦吼，真正讲研究的不同。你到上班就可能见一个讲吼，今日来传统店，或者讲今仔日来排队倒咧排，倒咧做咧，讲咱咧研足济，做啥拢有啥物方面的研究嘛吼。所以讲累累下就无所归，众人皆有异，而我独绝位。逐个人有异就讲足济人，众人世间人好实在是太济，拥有的实在太济太济，不管名利啥物拢好，拥有太济。因为咱目睭背景，自咱开始细汉开始捌代志了，就开始咧追求嘛。啊，所以讲，伊一世人内底所追求出来，太济讲袂了，太济讲袂了。咱世间人咧看是讲，即个人拥有愈济，伊吼，通拄到贫困，哦，地位上
啦吼，食无，厝也无，啥物拢无，哦，迄是迄片子的心境，哦，伊遮就会拍，啊当然厝应该嘛是有人住啦，吼，袂当讲拢无住啦，哦，应该讲伊嘛是伊有一方面的拥有，但是伊的心无伊遮尔遮，所以讲伊的心对这来讲吼，哪像刚如主讲的讲，伊但是去表演啦，哦，是这种伊有伊生活有一方面的条件，迄是有嘛，应该讲伊嘛有穿衫啦，吼嘛是有衫通穿啊，袂当讲拢无啦，换嘛是爱穿较实的，啊只是讲伊迄个为着讲伊的心境来讲，拢无遮尔遮，心境，哦哦哦，真惨啦吼，所以讲以我角度去，我无言之心也在，我敢是做讲。哦，安尼就对，我敢是做讲啦吼，论论嘿，看开吼，啊那像安尼，论安尼吼，即安尼做某论，啊啥物吼，拢无着去压，袂晓去追求，看开安尼吼，安尼讲讲啦吼。那么众人悄悄莫懂纷纷，大家啊吼拢清楚，这个交互做讲很显要的一个意思，哦，很显要的吼，哦，啊那莫懂纷纷，这个纷纷当然是连做病啊，很昏暗。很难好，啊，咱世界上目睭安尼足金的好啊，安尼看伊好，一切拢清楚的。哦，世间人看清楚一吼，会歹吼，安尼就对啊。哦，咱若看世间人看咧就对啊，是毋是较简单？啊，若安尼足清楚的吼，迄足清楚就是一句话吼，你着爬几啊工，真正嘿，安尼爬几啊步就爬。哦，看一个物件，安尼条理哪歹种哦，条甲安尼，几啊尾来就了。迄就是焦焦，是足重，迄目睭安尼看，所以讲咱若看人咧画迄幅图册啦吼，目睭拢安尼爬几回，安尼微微啊微微。哦，啊咱世间人目睭遮好，看着啥物物件拢调，听着啥物物件拢调，哦，伊叫做焦焦非常的，咱像足清楚的，一切拢咱就足清楚安尼就对。啊，某阵的某，伊拢安尼分分啊，对，伫咧字的心境啊吼，世间人变做。那么众人悄悄莫懂纷纷，哦，大家拢真正迄个咱共款足清楚就对啦，观察细微安尼，啊那么伊呢，有伊迄个心境追求富裕，哦追求一切的心境哦，伊就无啊。当下伊就爱飘下永无所寄，哦，那么这个当下，也是一种恬静的意思，啊像大海其实伊无有影。哦，有些咱大海有影，因为大海太大。哦，咱若迄个歹的物件倒咧吼，其实拢无感觉。所以讲大海伊拢永远维持一个海清的，是这样个样。迄做大水的时阵吼，我土拢流咧吼，久了伊若去互稀释，吼拢无感觉。所以讲伊有一种淡，一种迄个即个清净的迄个意思吼，咱像海一样，伊心境咱像海一样清净。哎，但讲伊心境非常宽阔。所以讲，伊袂像咱世间人拢心白白啊，哦，啊，啥物物件就安尼计较，安尼容不了一步啦。咱要追求的足济，啊，佫容不下一步啥。那么飘下去永无所寄，那么迄是个天子的心境，天子就是一个性的心境。飘下永无所寄吼，伊的心境会当讲，伊到最后，伊到最拢会用一啦，无所寄的，我毋是固定伫爱你遮，迄是一种心境。但是咱若观照做起来，咱的心境吼，拢有咱的自个所在。哦，这就做讲的讲，万讲万世，哦，我要使用较好，我要迄个过地府啦吼，我要倒对，我要去对较好。咱若足够去选择，讲我要爱倒对，要爱倒对，迄叫做是一个志。但是拢做一种无所志，伊天地正较后面。哦，啊，若安尼讲起来，有时咱若观照看卖，咱几乎啦吼，啊，比如讲。我若伫阮兜，哦，我就感觉吼较安静。安尼啊，你较讲我啊，迄人生地不熟，感觉讲吼，我前途我都无啥会。但是对一个性命来讲吼，伊去到啥物所在，拢好。啊，若咱烦恼是，比如讲爱啉酒的哦，伊就指伫迄个啉酒的所在；爱跋筊的，伊就指伫迄个跋筊的所在，拢有爱指的所在，拢有爱指的所在。那么，注意飘下就无所指，伊的心境内底有变。天地任他遨游的吼，众人皆有意，莫懂愿听彼。众人逐个呢，众生吼，啊逐个世间人逐个吼，拢有意就是讲伊真济啦吼，是比讲不老安尼，那么但是老主的莫
要收的是收着咱的不足的所在。哦，啊，若高本体公平的所在，咱无法度去甲收，因为本来就遐公平。啊，啥物物件伫整个宇宙来讲，咱若想，啥物物件无度假改变？世间咱去平常的物件吼，大家讲啥物物件无度假改变？除啊气候袂当去改变，啊无任何的日月星辰大地所有物件拢会当改变。啊，拄啊气候袂当改变，啊，迄著是显示咱人的心性。其实咱讲是宝，一直宝，就是咱人的本性。啊，迄个本性，啊吼，其实本来就有。所以讲，咱要安怎用咱的本性去面对一切的事物，包括伫生活当中，就是迄个国家讲的迄个无知的心境，迄个无染的心境。咱伫咧行一切道的当中，咱心中无染。咱伫咧做足个代志当中，咱心中袂过度地讲我做啥，哦，这是迄个一定的。因为咱若会当安尼，咱就会当去实报，去固守着迄个报的意境。哦，所以讲迄个报就是一种的无知，一种的广大，哦，即讲哦，甲咧比如讲天空，拢同款，会叫做报。啊，这真正有影，咱来想看觅，咱所有的物件吼，拢会变。所有的所谓有的，像我心中内底的迄个有的是讲哦，我今仔日我讲哦，迄个我做厉害，吼，安尼就对啦吼，你就安尼讲啦吼，我有感觉安尼迄个就较有变，因为迄个真实。哦，只要有的物件一定拢会变，只有是无的物件才是袂变。哦，啊，这个关照咱的心境，迄叫做保持。咱一定有一个不变的物件，但是咱的心吼，拢是拢足好变。啊，只要来变的物件，就一定有。真正有影，只要迄种物件拢会另外，因为起落有起落，迄叫做无事，有加讲叫做无事。啊，世间人无